大家好，我是洪哥。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关于区块链的一些内容。那区块链技术呢和数字身份呢，已经成为当今数字世界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区块链加数字身份呢，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加安全、更加隐私的一个数字身份验证方式，让我们呢在数字世界中呢更加的自由和安心。那么关于数字身份的内容呢，你会在本期节目当中呢会知道答案。首先的话呢，传统的认证身份验证方式可能存在一些泄露个人信息的一些风险。比如说我们过去验证身份信息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我们的个人的身份证或者护照进行一个验证，比如 KYC。而基于区块链的这个数字身份验证方式则可以通过加密保护个人的信息，提高身份验证的安全性和隐私性。例如呢，利用去中心化身份和智能合约呢，可以实现身份验证过程当中的一个自动化和去中心化，从而呢避免了这个传统身份验证方式中的一些中心化的问题，而导致这个隐私泄露。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呢这个区块链技术可以它的不可篡改性的和这个透明性呢，使其成为了数字资产管理的理想的选择。利用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身份验证方式，我们可以更加安全和便捷的管理我们的数字资产，例如加密货币和数字艺术品等等。那么第三点就是数字身份验证呢，也可以应用于这个医疗保健领域。例如说了这个患者的医疗记录呀，可以通过数字身份验证的方式保存在区块链上，并且呢实现医疗记录的共享和隐私的保护。这一点的话就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目前的话，我们各个行业都有这个信息隐私泄露的风险也就导致我们目前的这个电信诈骗的这个事件层出不穷啊。那么利用区块链加数字身份呢，已经开始在各个领域呢得到应用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更加安全、隐私的和自由的在数字世界当中的行动。同时这个数字身份呢，它在未来的Web3和元宇宙当中呢，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未来的话，Web3和元宇宙呢，将会也产生大量的这样的数据。如果我们的个人信息被泄露的话呢，带来的风险是无穷大的。所以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Web3，关注未来，来了解更多的有关这个区块链呢加数字身份呢在未来的一个应用那关于本期的一个节目呢，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了还没关注红哥的可以加个关注，点个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